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本人就保障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嘅立法發言。我將會從全球威脅嘅態勢、香港現實嘅挑戰，以及係國際立法對標3個嘅維度咧，討論一下今次嘅立法。對於立法嘅背景咧，我哋而家係處於一個全球威脅升級同埋香港面臨風險嘅狀態。隨住全球對於信息化同埋智能化依賴程度嘅進一步加深，重大信息基礎設施同埋信息系統安全咧，成為咗越嚟越重要嘅一個社會命題。香港網絡事故安全事故協調中心喺2024年咧，就總共處理咗12536宗保安事故，其中咧網絡釣魚佔整體個案咧就佔大概62%，對比2023年咧上升咗108%，數字咧係錄得4位數嘅增加，情況咧係5年嚟咧最嚴重嘅。除此之外咧，伴隨住 AI 技術被用於自動化漏洞嘅挖掘咧，攻擊嘅速度咧亦都提升咗8倍。因此啊，可以話關鍵基礎設施同埋信息系統嘅安全咧，係我哋必要關注嘅問題。而且香港正在面臨住越嚟越大嘅壓力。我哋香港咧，由於自身特殊嘅地位咧，對於關鍵基礎設施同埋安全信息咧，有住更加高嘅要求。而家我哋咧係面臨住關鍵基礎設施3重嘅一個脆弱性。喺樞紐地位嘅特殊性方面，香港咧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每日咧承擔住大量嘅跨境支付啦、貿易啦，以及係股票交易等等。一旦出現咗風險咧，將係引發全球嘅連鎖反應。喺防禦體系嘅方面咧，碎片化，而家現行嘅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咧、電子交易條例咧，都係緊緊覆蓋住數據私隱嘅局部環節，缺乏咗跨部門嘅協同機制。因此啊，從全球背景同埋香港嘅特殊性嚟睇咧，加快推動關鍵基礎設施嘅電腦系統安全保障，實際上係時代嘅大勢所趨，亦都係香港社會嘅迫切需要。事實上，全世界喺國際社會啊，都已經進入咗一個立法嘅競速期。從全球範圍嚟睇咧，針對關鍵基礎設施制定相對應嘅保護同埋規管條例係通行嘅做法。例如係歐盟喺2018年實施通用數據保護條例 GDPR。對關鍵基礎設施違規最高嘅處罰係全球營收4%，有啲公司亦都因此咧係被罰款咧13億美元嘅。喺美國咧，2022年通過咗關鍵基礎設施網絡事故報告法，強制喺2個鐘頭之內咧通報重大嘅攻擊。至於新加坡咧，亦都設立咗網絡安全局 CSA， 直接監管要求金融機構每季度咧提交攻擊嘅模擬報告。綜合考慮到全球範圍裏邊嘅實施啊，如果香港我哋喺立法方面係落後或者係保護措施不力嘅話咧，將會動搖對香港營商環境安全性嘅信心，實在係不利於香港嘅長期穩健發展嘅。喺第二方面，條例核心嘅設計方面咧，我認為係已經做到平衡安全同埋發展嘅一個香港方案。從條例嘅內容嚟睇咧，今次立法嘅內容係比較好咁樣咧，平衡咗安全同埋私隱以及係社會成本之間嘅關係，力求咧係用最少對於企業嘅影響同埋成本咧，實現咗對於全社會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嘅安全保障。首先第一方面咧係精準界定咗保護嘅範圍，喺呢方面咧就包括咗必要嘅服務類，例如能源啦、金融啦、醫療等等嘅8大領域。採用咗功能加後果雙維度嘅認定，我個人認為呢種做法咧，亦都係有參考包括美國按照行業風險分級嘅做法，可以更加精準同埋準確咁樣咧係定義保護嘅範圍。另外咧，亦都包括咗社會嘅經濟活動類，例如科學園啊、西九文化區等等，實施動態嘅清單管理，每半年咧評估一次，咁樣咧係能夠滿足社會持續不斷發展衍生出嚟嘅新嘅經濟活動，讓對於關鍵設施嘅保護咧，始終係能夠係跟得上時代嘅。喺
喺第二方面咧，我哋亦都構建咗雙軌嘅監管體制，降低咗行政嘅成本。專責辦公室咧係負責統籌跨部門嘅協作嘅，應對系統性風險。與此同時咧，行業指定局亦都利用咗行業經驗同埋已經有嘅規管體系同埋行政力量咧，細化監管規則同埋具體執行嘅細則，充分利用咗現有嘅資源，避免一刀切嘅同時咧，降低咗行政成本，提升效率。第三係創新合規嘅支持工具，針對需要開展評估工作嘅企業咧，政府提供咗補貼工具，並且咧中小企亦都可以係申請豁免，充分體現咗咧政府對於盡量降低對於企業負擔嘅一啲考慮。當然咧喺當中仲有一啲需要細化嘅地方，例如喺實務守則當中咧，亦都應該係需要跟進一啲內容，例如相關人員嘅專業資格嘅定義啦等等，又或者係喺日後對於指定營運者嘅呢個範圍咧，係咪需要進一步去思考同埋擴大咧？呢啲都係後續需要不斷更新同埋考慮嘅地方。總括而言咧，呢一次係一次以立法築牢我哋數字護城河嘅一次立法工作。從上述嘅總體情況嚟睇咧，香港嘅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係需要明確立法嚟進行保護嘅。呢個咧係維護香港社會穩健運行嘅基礎性工作，重要意義咧係無從置疑嘅。此外，從條例本身嘅內容嚟睇咧，我認為條例係比較好咁樣平衡咗安全、私隱同埋成本之間嘅關係，充分借鑑咗全球範圍內嘅立法經驗，綜合咗香港嘅實際需要，制定咗相關嘅規則。並且咧，仲提供咗充分嘅救濟措施，企業可以通過救濟措施咧進行上訴等等。因此，我希望咧社會各界都能夠充分理解保護關鍵設施電腦系統嘅重要意義，支持立法同埋相關嘅日後行政工作，並且能夠積極主動咁樣咧從自身做起，關注保護社會關鍵基礎設施。我認為咧呢一條例其實並唔係束縛創新嘅枷鎖，而係香港邁向智慧城市嘅基石。佢既借鑑咗歐盟嘅嚴格標準，亦都融合咗新加坡嘅敏捷監管，既守護咗市民嘅生活安全線，又觸顧咗香港嘅國際競爭力。我哋咧因此咧，我喺度發言支持今日嘅立法同埋相關嘅修正，讓香港嘅數字時代行穩致遠。多謝。